歡迎嚟到香港波迷。今集嘅重點咧，同大家睇翻兩場嘅港超大戰啦。理文8-1大勝東方，比數誇張啊！東方嘅教練咧都換咗啦，全隊咧再迎嚟咧就係大敗。咁戰場咧已經唔喺亞冠2啦，係翻到嚟本地嘅賽事咧都咁樣嘅情況。呢一刻有咩可以做呢？傑志重返將軍澳，第一場主場即以4-2贏大埔。大埔又出現咗咩問題呢？我都唔係第一次話大埔咧心不在焉噶啦，打完亞冠2心都未翻嚟，係咪真係咁大影響呢？定係大埔已經放棄咗港超聯賽呢？呢一刻，今個星期六日港超有4場波嘅，星期六有理東大戰啦，同時間仲有東區喺小西灣運動場0-2輸咗俾北區。咁以為東區咧又會 keep 住0-1呢一個嘅比數啊，咁點知最後補時咧都要輸多球12碼，由北區嘅格蘭特搏到再自己射入。格蘭特呢位巴甲外援咧喺港超出場9場啦，已經有10個嘅入波，計埋杯賽咧，佢總共咧係有13個入波，係呢一刻嘅港超射手。而佢嘅表現呢，真係中甲、中超都可能踢得到啊！令到咧更多人係關注佢嚟緊嘅去向，北區或者港超留唔留到佢呢？星期日除咗有傑布藍綠大戰之外啦，仲有場入球 show，流浪5-2反勝港會啊！伊巴謙帽子戲法，劉智樂係繼9月之後銀牌贏九龍城入咗2球，再有入波。喺嚟緊呢個星期咧，聯賽嘅賽事咧都係有噶。咁星期六就有傑志對南區啦。東區對流浪，星期日有九龍城對理文，大埔對港會，希望入場多多見到大家。講翻兩場大戰先，理文連場大戰啦，上一場就先殺大埔，今個星期再到東方，繼續咧係先將艾華頓放喺後備留一手啦。陳家豪因為受傷啊，而由梁興傑繼續把關，但係陣中咧都有好多人啦係要停賽噶。包括基高利啦，12月銀牌直接紅牌啦，仲未停完賽啊！咁以及胡俊銘啦，都累積咗5張嘅黃牌要停賽啦。而有機會成為烏茲別克世界盃成員嘅杜素洛夫咧，亦都係跟隨緊國家隊咧集訓而未能候命㗎。東方咧，據講新嘅加盟嘅門將喺操練嘅時候受傷啦，咁真係幾黑仔啊，未能上陣啦。呢場係繼續用高進去把關㗎。咁後防位置有賀爾上場，因為洗牌啦，咁要停賽啦。我都唔明點解會選擇喺場大戰之前去洗牌呢？所以咧今場就冇得用啦。喺後防嘅位置啦，咁就用咗巨之龍啦，配搭就係梁振邦啦。左右兩閘就係羅倫士同埋年青球員黃飛躍。巨之龍呢位韓國嘅外援啦，今場咧都值得一講嘅態度咧，我自己認為佢非常差，成日咧都漏人啦、走失人啦，之後咧又唔追波，輸緊幾球咧就開始行行企企，好冇火啦。唯一可能係對自己嘅隊友嗰陣時係最火。咁呢啲嘅球員態度咧，完全係唔值得係一個職業嘅球員。俾着我係教練嘅話咧，我就唔會用佢啦。而東方啦，今日喺正選上邊咧，都好似同上場對南區一樣啦，冇用盡外援啊，同埋出場2個年青球員啦，張港賢、黃飛揚咧都係正選嘅名單。我自己觀察咧，上半場東方咧雖然都係要落後啦，但係表現咧踢出嚟唔太差嘅，同理文係 keep 到5-5波。但係下半場咧就唔知發咩神經啦，由艾華頓換入之後啦，梁振邦啊呢個中堅嘅位置咧已經係頂唔順啦，但係都冇得換喎，不斷咧就俾理文前場咧嘅球員就去蹂躪啊。由82分鐘開始啦，去到尾，東方咧都好似咧唔想踢咁樣嘅，15分鐘內咧就被入4球。艾華頓後備落嚟咧已經係大帽啦，巴科爾2球，王威靚波，再加上上半場啦就有劉家喬同埋傷出嘅立花玲也啦，總共入咗8球啊！比尾段啦就有個僅餘嘅靚組織入波嘅東方啊，最尾一刻球證吹完場雞嘅時候咧，姚浩明咧仲踢阿潘佩燕，呢一個咧都可以話係呢一場波裡面其中一個咧關鍵位啊！咁真係咧好唔要得啦。不過咧都要了解下佢哋啦，其實輸到咁樣啦都好難平復㗎啦喺嗰一刻。但係呢下啦，
嘅犯規動作啦，就引起咗兩隊嘅衝突。而姚浩明呢一下咧，我相信都會有好多事後嘅重罰啦。我認為咧，新教練咧係有一套嘅戰術㗎，喺呢一刻第二場波咧都係有顯示到出嚟嘅。咁可以再觀察一下啦。如果溫得順咧，應該都幾好睇嘅。不過咧就唔係好明點解呢兩場都唔出盡外援啦，係因為唔啱用啊，定係高層要求啊，定抑或其他嘅原因呢？仲有啊，仲要出多啲嘅後生仔落嚟。對比起盧比道時期咧，講真，黃飛揚啊、張廣賢呢啲咧都未會喺正選嘅名單裡面嘅，最多後備落場俾佢哋踢少少啦。如果要行呢套咧，咁呢一刻嘅外援咧，我自己認為咧就唔係好夠用啦。始終咧都係要揾翻前中後都可以帶住去踢嘅外援嚟翻嚟啊！咁當然可以話今季嘅聯賽互賭級就夠啦，對於東方嚟講完咗㗎啦。咁就要睇下佢哋仲想唔想去爭下一啲杯賽啦。呢一刻我認為佢哋班底咧係未夠嘅，而現場咧 Fago 老發脾氣啊，咁可能都反映緊咧佢哋東方隊內係有啲問題啊，球員同教練可能都未夾得到啊。咁唔知佢哋經歷咗一場肉酸嘅大敗，仲會唔會增兵啦？因為轉會窗咧就唔係剩翻好多嘅時間。我自己覺得咧，之後嘅比賽新教練咧文路托利斯咧，可能咧都會咧係作出保守少少嘅踢法為先。咁喺度就提提大家啦，星期三晚啦，仲有場東方波喎，喺旺角場，東方會對住北區，夜晚8點鐘嘅夜波嚟㗎。另一場大戰啊，傑志原來上一次喺將軍澳主場咧已經係13年前啦。因為上季喺聯賽嘅成績，佢哋不及理文同東方啦，而以成績揀場咧，佢哋只可以咧就係揀旺角以外嘅球場啦。原先咧新聞咧就話佢哋係會選擇就係首選係啟德青年場啦，不過可能因為有啲嘅原因唔俾啦，最後暫時咧都係不了了之㗎。喺將軍澳運動場維修完啦，終於翻到去佢哋屬於嘅真主場啦。呢一場嘅賽事喺揀選為聯賽今週嘅焦點啊！咁睇到網上嘅消息咧，臨開波前啊都排晒長龍，以為咧會有好多人入場啦。咁最終咧只係得1400人啫。呢一場波裏面，傑志嘅陣容咧係完整嘅，而大埔咧就有加比爾啦、杜國良啦，因為受傷大喜啦。米基爾古圖斯咧，亦都因為紅黃牌啦而要停賽。另外，澳洲前鋒天姆高夫斯基咧近幾場咧都唔知咩事，係完全冇入到比賽名單嘅。所以咧變咗今場咧就有個特點，就係有傷愈嘅馬高斯山道士啦，聯同之前已經係兼任助教嘅謝神咧，係重新出場喎。大埔今季嘅問題依然啊，唔知係球員太攰啊，定抑或係冇心機啦。上半場咧已經抵擋唔住傑志嘅攻勢，尤其是韋法頓之前係踢得好好噶嘛，今場竟然係擋唔住池英啊，不斷咧係被突然爆發嘅池英咧係突破同埋出波啦，要去到30分鐘咧先將佢收起啊，作出改變後咧都同樣係要輸多2球。下半場咧，傑志有所放慢啦，始終咧都係贏緊4球啦。但係大埔咧都要去到尾段咧，先追近至2-4啊，先開始發力。馬卡雷拿入完波之後，仲有下連射啦，就係中楣中柱啊。如果再入多球成3-4咧，呢一場波應該會更加刺激，亦都掀起咗一個嘅高潮啊。總括而言啦，今季咧Big Four嘅大戰咧都係有強弱之分啊。睇聯賽咧都係得翻2隊叫做有得爭下㗎啦，傑志同埋理文啊。而今場入場人數啦，都仍然咧係未可以好似疫情前啦大戰咧可以有翻2-3千人啦，甚至更多人入場。2場都係得1400人到嘅啫。雖然場面一面倒，不過好彩都叫多波入啦，都可以令到咧入場嘅有睇波嘅都可以歎為觀止啊。嚟緊值得留意嘅就係情人節啦，會上演就係傑志理文大戰喎。
咁約定大家啦，希望大家多多入場啦！呢一場波咧會喺2月14號晚6點鐘喺將軍澳運動場啊，希望到時可以有翻2、3千人一齊去支持呢一場嘅大戰，因為呢一場嘅比賽啦，呢一場嘅大戰啦，係關乎到今季港超嘅冠軍啊！